下来继续要来讲的是这个花莲甲金门双向的包机，市场的反应真好。花莲县长专工率团到金门访问，金门县长嘛亲身来接机，讲真希望两个县会当进一步有定期的航班，安尼唔那会当促进观光，对要回乡探亲的县民嘛加真利便。 赶卡板为花莲回来乡亲，到金门旅游总算免辛苦搬车。花莲金门双向包机市场反应真好，184个民众伫早上下昼12点就到金门，那省时间搁省钱。金钱大概要省上千块吧，时间的缩短大概有4个小时到5个小时，对我们来讲非常便利。 两县市坐飞龙机直到有够便利，就和花莲县长嘛亲身带团去金门佚佗。金门县长嘛特别去机场接迎接。陆陆续续的包机过程当中，我们发现两地的乡亲对这个包机的反应都非常的热烈，希望让它能够成为一个相对常态的一个做法，也能够嘉惠金门以及我们东海岸的这一些台湾本岛乡亲。在观光的推动，当然我们也希望两线金花航线、花金航线能够成为这个长久定期的航班。两县的交流座谈嘛，伫咧下晡开始，期待唔有观光旅游，嘛希望文艺展览、文化资产有更加侪合作的机会。